来乡亲啊，这个台中有几内路段，若是超速，一定会翕。这个业绩上好翕上多，就是在伫中清路7段挖国道3号的沙六交流道，为今年1月到8月翕到的超速19000外件，开出的罚款1400多万。第2名是在伫东海大学的附近，1月到8月这个超速嘛翕到17000外件。这两个路段拢是观光客真多的所在。警方讲，这两条道路的共同点都是跨过路架，只要一个无注意，一定会超速。大家来到国道3号沙鹿交流道往沙鹿跟清水方向这个路段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这里呢是一个很长下坡。来到这里呢，车速会不自主的加快，也因此呢，左手边这一支雷达测速照相杆呢，是全台中市最会赚钱的测速照相杆。今年1月到8月，这个翕上间翕到19000外件的超速，开出1400多万的罚款，是台中测速开单第1名。第2名是伫东海大学校门口往市区方向这支1月到8月计罚17000外件。下班时间那个道路又很缩减的话，那就会很容易大家要赶时间。明知只有测速，为什么比翕的人也是遮多？警方讲甲地形有关系。第1名中清路跟第2名台湾大道的部分都是属于长下坡的路段，那驾驶人容易有超速的行为，那往往也造成许多交通事故。路架的路段车速容易变紧，加上这两个路段限速只有60公里到50公里，一支伫这交流道边，一支伫东海夜市附近，这拢是外来游客经过所在。警方提醒，按这个速限开车，以免被开罚单，嘛影响心情。